来是台中市的警方追捕毒贩，这对嫌犯翁仔某开车冲撞着警车逃走，警方开22枪，甲因大破车链，因也是继续来走。最后，这个车失控，弄到人家厝的铁门，这对毒鸳鸯才互摇落车扣手铐，加在无去伤到过路人。小心哦，小心！师傅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！人下车，人下车！嫌犯的车走互警察局伫市区弄西，警方出动要抓人，最后嫌犯的车是弄到路边别人家的铁门，轰一声，车头规个冒起。嫌犯翁仔某开门要逃走，去互赶到现场的警方摇落车，抓起来。没有，现在有开的时候轻一轻哦。他那个车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就已经爆胎了，然后后面好几台警车在追。嫌犯翁仔某开车准备出门，警车开伫头前甲动嘞。嫌犯弄警车了，佮开走，警察赶紧退后开枪。嫌犯的车链去互禁止大甲密密麻麻，但是也佮继续开。过程当中，警方开22枪，但是嫌犯无要停落来，车佮继续乱开，最后去弄到路边别人家的铁门，甲人的厝弄甲稀咧咧。稀咧咧，规稀咧咧。我都一直水流水管去弄断去啊。过程中这个嫌犯拒捕甚至还冲撞我们的侦防车，造成我们侦防车受损。那我们现场可能因为情况危急急迫，那依照警械使用条例对他的车轮开枪，共击发22枪。嫌犯有毒品含窃盗前科，警方透早开枪抓人。过程当中，足侪热心的民众嘛骑车帮忙，只有停伫路边的一台汽车和机车受到影响，好在加载无其他的人受伤。